梁志榮議員，主席，我發言係支持政府嘅議案。議案嘅內容涉及係3條法例，即係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同埋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議案嘅內容全部都係修訂補償項目嘅金額，總共係有18個項目。修訂嘅原因係由於法例所規定嘅補償金額要每2年視乎情況係調整一次。如果要作出調整嘅幅度一般都係參照有關期間嘅工資或者係物價嘅變動，亦都會係顧及其他嘅相關因素而作出調整。今次嘅調整幅度係以2022年同埋2023年期間係作出嘅變動，按名義工資指數所反映嘅累積變動係正嘅5.8%，如果係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所反映嘅累積變動係正4.5%，呢個數係唔係1年嘅數嘅，係累積咗2年嘅數，咁所以係比較高。我認為調整相關嘅金額係有必要性，因為過去2年嘅物價同埋工資指數確實係有正面嘅升幅調整。而不幸遇到工傷嘅僱員、有職業病患嘅僱員，甚至係因為工傷或者職業病死亡嘅僱員或者人士，佢哋嘅家屬都可以盡早獲得更高嘅保障，避免佢哋所獲得嘅賠償係大打折扣，影響到佢哋嘅生活，造成更大嘅生活壓力。我希望特區政府係持續改善工作環境，提升僱員嘅職業安全意識，更重要嘅係提高僱主嘅警覺性同埋責任感，確保僱員喺安全同埋合適嘅環境工作，避免身體係受到傷害。我要再呼籲僱主係要緊守安全嘅底線，改善員工嘅工作工具，加強工作環境嘅安全監管，自然係可以做到零意外，減低各方面嘅損失，從而提升工作同埋經濟嘅效益，做到香港人人受惠。我亦都要係呼籲僱員自己都要好好保護自己，做好多啲嘅安全措施。無論係聽覺或者係一啲從事係空氣有關都應該係自己都要準備一啲嘅保護措施。我希望特區政府係持續檢視僱員嘅職業安全保障嘅程度，説好香港故事。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3項嘅政府議案。